乐天给选走哦，所以也算是富邦悍将这最终是选择要用一个补偿的情况，把他这个纳入阵中哦。完球数挥棒落空，这个球打者完全被吊中，所以说老虎黄子鹏他顺利化解得点圈的失分危机。目前也是连续7场比赛都上垒了，这个球挥棒落空，连2个打席他都被老虎黄子鹏给解决。但是观众应该是都是 nature high 哈，都是自己鼓掌挥手叫好，是哦，没有在跳舞。积极的出棒，这个球又是打在了2垒方向，最后传1垒被刺杀出局，所以悍将在5下的攻势非常可惜，留下了得点圈的残垒。棒又蹲了起来，好球拉掉了。最后在2好3坏的情况之下，黄子鹏让申浩伟站着不动，定在原地，他被3振掉了，所以化解垒上有人的危机。这棒走在外角，不过被带到了中外野方向，看起来中外野手是掌握住了，接杀出局，用球数破百，也是继8月之后，黄子鹏再度破百，不过他演出了3上3下，到了满球数。走在外侧145的速球，最后吴家维先生认定是一个坏球，4坏球保送，还是2好2坏。这一球打在了地上，强行穿越2游防线。苏智杰今天2次上来都能够上垒，不过他不是在2垒，是在1垒。对，1好2坏。这棒被苏智杰逮到了，在中外野方向，宋楚瑜扑了下去，但是这个决定又让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边。1垒上的林敬凯要轻松的回来得分。来看看苏智杰现在通过2垒之后，要往3垒来推进。哇，打得蛮扎实的，这场比赛苏智杰猛打赏完成，3支安打，外带1次的保送。这棒被带到左半边方向，安打出现了，视野承接线，最后要选择往本垒来推进。那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李胜瑜他在接球上发生一点瑕疵，已经打出来了。这场比赛是中华职棒史上第9场的跨日赛事，待会要一起来倒数吗？59分，准备要 Happy New Year 咯。这个时候在投手上，哦 ，Happy New Year！ 恭喜恭喜！要恭喜你啊，这是你的第1次啊。是，对，第1场的跨日赛事，中华职棒史上的第9场。那这个时候在12局的上半，2出局之后是有胡志伟要来上场投球，是这场比赛同时团队第9任的投手啊。郑海文这俨然已经成为新一代的屠龙手哦。本季对战味全6场的先发4胜0败，对战的自责分率0.63，每局被上垒率0.74哦。43局的投球里头，只被打了23支安打，而且只掉了3分的自责分哦，非常恐怖的数据啊！连4周登板，对手刚好都是味全哦。内野的滚地球，江坤宇接头之后短包给陈伟汉，再转传1垒，结果是来得及 double play。这也是味全年轻打者的课题哦。郑海文自己拦下来，抛给本垒这边，高宇杰延伸自己的手套哦，完成了接球动作，所以也形成了封杀。2好球之后，这个滑球掉中了打者刘基宏，回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还是2好3坏，这个速球让打者挥棒落空，垒上的跑者启动之后是成功的倒上2垒，尝试一下，但时机点跟成功率绝对要注意啊！选择的年轻好手，最后这个打席遭到了郑海文变化球掉中，回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6局上半，郑海文让味全龙队留下1个残垒，没有得分，中信兄弟依旧保持3-2领先。